3A 班黃俊霖，今日要介紹嘅主題係我同我嘅屋企人喺日常生活入邊點樣應用環保使用，即係減少使用、替代使用、循環再用同埋廢物利用嘅原則。替代使用，將屋企嘅廚房紙巾替換為可以重複清洗嘅布、抹布，或者用蜂蠟保鮮布取代塑膠保鮮膜。廢物利用，創意手作，將快遞紙箱變成玩具收藏盒，或者將舊玻璃罐清洗後作為儲物瓶或花瓶。循環再用，分類清晰，喺屋企設置簡單嘅分類桶，例如紙張、金屬、塑膠同埋玻璃。減少使用，購物清單，出門購物前先列清單，避免購買不必要嘅商品。呢個係最有效嘅減量方式。我嘅分享完畢，多謝大家。